再來看台東縣的金樽海邊仔，甲正出名的成功，都佇海邊仔，攏真濟人去翕相的天空之鏡。這兩個海邊仔哦，嘛攏有真濟人去衝影。縣政府即馬是按算講，要來推設這兩個地點，來正做是運動觀光的基地。東海華新光鎮獨立海沙埔是真出名天空之鏡觀光的所在，啊，不過即馬有真濟遊客帶囡仔來這學衝影。都已經來到台東了，然後覺得衝浪的活動也蠻適合小朋友，所以讓他們挑戰看看。國內會當提供衝影的海域無濟，安全的戶外學習基地佫較少。不一個天空之鏡海沙埔，平坦的海岸線較寬闊，延伸到海的沙埔較長。學衝影和觀光的遊客袂互相相克，方法建講是真適合拄學衝影的場合，啊，不過真罕得有人知。不一個已經有衝影的教練佇遮推設教學。這邊淺灘比較長，然後下面它其實都是沙子比較多，所以就是相對於金樽跟河口比起來的話，這邊是比較對於初階的學生比較友善的地方。因為台東縣金樽海岸，當年攏會舉辦國際衝影比賽，今年閣升級舉辦世界級全球橄欖沙業積分賽的其中一站。不一個國內會當為細漢就培養衝影的選手場地無濟，所以縣府按算講要推設天空之鏡，變作是國內衝影的學習基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